好，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谢龙介来质疑，讲台南乌山头水库的供电棒，敢若是用药水来清洗的，恐惊会来污染到水源。谢龙介讲，伊若做市长，一定会好好查这个案件。结果，互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甲告伊违反着社会秩序维护法。郭国庆讲会使监督，但是袂使造谣言。谢龙介今仔日到中正一分局到案说明，伊甲郭国文呛伊到底是厂商的代表，也则是民意代表。告发我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。提团票来到台北中正一分局，国民党立委谢龙介是真爽势，也若到案说明，就是为了进前这支乌山头水库供电棒摕药啊清洗，恐惊会污染水源，互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提告散布假消息。你是厂商代表还是民意代表？我觉得百思不得其解，所以我今天会来问问看，是咧各上面挖歌啦，可以质疑。可以监督，但是不可造谣。如果今天我有造谣的这个嫌疑，我也欢迎谢龙介先生可以来告我。呛讲直接行法律定诉，只是供电棒的高峰嘛拖到台南的选情。谢龙介带头拍团体战，挂扛棒，大字搁写接到民进党初选民调电话，唯一支持谢龙介，搁替伊的子弟兵董小云徛台。伊唔是我的子弟兵，童小云是阮台南人的子弟兵。我是用平常心看待啊。如果想要争取为市民服务的机会，我想都是好事啦。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老神在在，也那民进党立委陈定辉指控谢龙介扛棒已经介入党内初选，也那这时陈定辉嘛加强火力，杀体育政策加运动选手斗阵开记者会，希望能够帮忙有更多的分级训练，甚至是我们选手的营养奖金制度。现此时无正国会派系支援，外界分析若是办大兴造势，恐惊会无力。反正我现在已经不是正国会了，所以我不去做任何的评论。我们现在就靠着我们的后援会，吸引更多的能量。台南的选战，无论是男也是青，拢伫咧准备请病当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